我哋到啦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個名叫做 Terence， 係多倫多地產經紀。如果你喺 Markham 揾緊一個優質大宅嘅朋友，就要留意呢條片啦。今日會同大家睇呢一間24號 Port Rush Trail 嘅獨立屋，呢度係位於 Major Mackenzie 同埋 Kennedy Road， 呢度佔地極廣，室內面積達到3786尺，有5個睡房同埋5個廁所，仲可以泊到6架泊車位添。呢度係大家庭嘅夢想之屋，呢度嘅位置亦都係其中一個 Markham 嘅鑽石地段。呢度結合咗頂級學區、休閒娛樂同埋生活便利於一身。住喺度嘅朋友，仔女讀書亦都唔使愁，行多10幾分鐘就能夠去到安省前茅嘅 Priya Ellicott Trudeau 中學，係名副其實嘅頂級學區房。呢度去 Downtown 同埋去 Richmond Hill 亦都非常之方便。轉個彎就能夠去到404嘅高速公路，無論你去做嘢或者係返工，亦都非常之方便，動靜皆宜。呢度揸車10幾分鐘就能夠去到 Angus Glen 社區中心，嗰度有游水、圖書館、打波，亦都應有盡有。哦，仲有行多幾分鐘就有一個高爾夫球場。呢度生活環境簡直係 Markham 嘅天花板啊！生活具備方面，呢度附近就有一間超市叫做 The Village Grocer。呢度買嘢食就非常之方便，再唔係揸車10分鐘就能夠去到 Marfield Mall， 完全滿足到你生活嘅需求。好，講咗咁耐啦，係時候睇屋。嗱，一打開對門咧，呢個屋咧就已經話俾你聽咩叫做氣派。首先咧，最 eye catching 咧就係呢個好靚嘅旋轉樓梯，而喺左手邊咧就放咗一個好大體嘅 living room。起咗一個好 classic 深木色嘅 fireplace， 全屋咧就用咗白色嘅地氈同埋 pot light 設計，成個空間感唔單止好闊落，仲非常之溫馨。喺呢度招呼朋友絕對唔失禮。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 Farmer Dining Room 啦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度嘅空間感非常之好，放咗一張6人餐台之後，仲有位放一部大鋼琴。無論係平時同屋企人食飯，定係節日招呼親朋戚友，呢度嘅環境都顯得非常有品味。行入嚟屋企嘅中心，你就會見到呢個超實用嘅開放式廚房同大廳。呢個設計最正嘅地方係你喺廚房煮嘢食嘅時候，或者喺 Island 沖緊杯咖啡嘅時候，都可以望到個大廳屋企人嘅活動，甚至可以一邊睇電視。最吸引嘅眼球嘅一定係呢一個2層高嘅 Great Room， 設計師利用咗呢個高樓底嘅優勢，配合鍛鐵樓梯扶手，營造出一種 modern 得嚟又優雅嘅感覺。嗱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喺 weekend 嘅晏晝，由陽光呢邊照射落嚟，你同屋企人就坐喺呢度睇電視、傾下偈，或者自己睇下書。呢度唔單止係一間屋，亦都係一個呼吸嘅空間。開放式廚房連接住隔離嘅飯廳，呢度煮嘢食就變咗一種享受。如果你想揾到一個家嘅感覺，呢度可能係你嘅 dream home。好，而家我哋準備上2樓睇睇啦。你睇下呢條樓梯嘅設計係用咗弧形式設計，呢種設計咧唔單止可以令節省空間，而且視覺亦都非常之好。2樓望翻落嚟，感覺就非常之舒服。中間亦都放咗個柔軟防滑地氈，每次翻嚟屋企行上嚟個感覺就好似5星級酒店咁樣。中意空間感嘅你一定唔會錯過呢個視覺。由2樓走廊望落去，呢個有2層高嘅 Great Room 一覽無遺。呢個設計唔單止增加室內嘅光猛，亦都會令嗰個空氣流通更加之好。仲有呢個視覺，親朋戚友一望上嚟，一睇就知道你就係呢個屋企嘅屋主。喺 Markham 呢類頂級獨立屋裏邊，最受買家歡迎報告。而呢一種空間感喺出邊已經越嚟越難揾到。上到嚟2樓，當然不可錯過主人房，仲有另外幾間闊落睡房，啱晒大家庭。哇！一入到嚟呢間房，第一種感覺就覺得呢度真係好闊落。
左手邊有個 king size 嘅床，仲有好多空間。右手邊就有個 private sit area，喺度睇書、撳手機或者用電腦完全冇問題。中間如果你擺張好高級嘅地氈，呢張地氈覺得好軟熟、好舒服同好溫暖，大大咁提高咗個睡眠質素。對於追求日常生活質素嘅家庭嚟講，呢間主人房嘅配置絕對係達標有餘。行入呢間主人浴室，第一時間就會感受到嗰種寬敞同埋明亮。呢度配備咗一個非常之大體嘅 double vanity， 朝早同另一半一人一位，完全唔使爭，非常有生活質素。除咗主人房之外，二樓仲有3間非常闊落嘅睡房，每間房嘅採光都好好。對於大家庭嚟講，最緊要就係每個小朋友或者屋企人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呢幾間房都仲俾到好 relax 嘅感覺，放晒雙人床、書台同埋衣櫃都仲有好多空間。而呢一間最大嘅驚喜就係位於3樓嘅第5間睡房啦。呢個空間非常之稀有，佢同其他房分開，私隱度係全屋企最高嘅，可以將佢用作為大仔同大女嘅私人套房，等佢哋有自己嘅天地。頂層嘅 home office 夠晒安靜啦，保證工作效率。呢種 third floor 嘅 retreat 設計，簡直係呢一間屋企已經係 Markham 好少見啦，絕對真係額外加分。好，而家我哋落到嚟 basement 啦，你會絕對對呢度嘅空間感嚇咗一跳嘅。全程地下咧都係鋪咗好 high quality 嘅暖木色地板，配咗大量嘅 pot light 設計，完全咧就冇好似其他 basement 咁樣咁陰暗嘅。呢度咧係一個完美嘅 party room， 無論你想睇戲定係做運動，都應有盡有。想同朋友飲翻2杯，仲想打翻場波，呢度直頭係你嘅私人 social club 啊！左手邊嗰度屋主咧就起咗個 workshop， 你想做手工藝或者 DIY 亦都非常之方便。而右手邊呢度咧就有一個入場式嘅恆溫調酒箱，可以儲存你啲美酒。前邊嗰度就有人掉飛鏢，座位嘅設計同埋情懷嘅吊燈，呢度嘅氣氛簡直就係100分。好，咁我哋睇完屋企裏邊啦，咁我哋係時候要睇出邊嘅後花園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度。呢度嘅空間感同埋私隱度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全屋後院咧都鋪咗 interlock 同埋好闊落嘅 deck。嗱，最正嘅地方就係基本上呢度根本就唔使 maintenance， 唔使每個禮拜剪草，多咗好多享受嘅時間。想象下，一到咗 weekend， 你同你親朋戚友喺度開 barbecue party， 一邊享受緊陽光，一度喺度傾偈，幾 chill 啊！喺呢度，無論係2層高嘅大廳，定係3樓私人空間嘅安靜，呢度可以話俾你聽，呢度係一個 dream home。5房5廁6個車位，咁樣嘅空間可以容納晒你所有嘅夢想。24個 Portrush Trail 唔單止係一間屋，更加係你同你屋企人下一個 chapter 嘅開始。想成為呢度嘅主人，請聯絡我。我嘅名叫做 Terenc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拜拜。